位修女、老師、同學早晨，我係5A 班陳以望，我係2A 班陳安婷，歡迎大家收睇校園電視台。請各位同學起立，我哋而家一齊祈禱。今天是聖方濟各沙勿略的紀念日，他是第一位將天主教信仰傳到亞洲地區的傳教士。他過着刻苦堅韌的生活，為了把基督的喜訊傳播出去，讓我們效法聖人的方表，每天在生活中承行天主的旨意，積極傳播福音的喜訊。請同學打開祈禱手冊第8頁，平日祈禱2。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，阿們。天主，我現在開始今天的工作，求你保佑我平安，在今天的思言行為上都能承行你的聖意，使我今天生活在你的寵愛中。我願意在人前為你作證，引導他人來認識你、崇敬你，因我們的主基督。阿們。瑪利亞，我們的在佑，請為我們祈禱，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。阿們。請各位同學坐下。今日有一段影片，請同學細心欣賞。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校園電視台，我係6A 班嘅吳詠琳，我係6A 班嘅余桂心。今日我哋想介紹一項好特別嘅傳統技藝，佢就係印章雕刻。印章雕刻又稱為篆刻，呢項技藝喺香港被列入為非物質文化遺產。你知唔知印章嘅歷史可以追溯到幾時啊？印章嘅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3000幾年前嘅商朝，其起源於實用。當時人們用印章嚟管理文件同埋交易，直至到元代，印章開始受到文人同埋藝術家嘅青睞，更逐漸誕生咗唔同嘅流派，成為一門可以獨立欣賞嘅藝術。係啊，隨着時間嘅推移，印章逐漸成為文人雅士用嚟欣賞同創作嘅藝術品。名人同藝術家會喺作品上蓋上自己嘅印章，用嚟表達個人嘅風格同情感。而印章曾經係香港人日常生活嘅必需品，以往不論係簽契約、文書往來、帳目等，均需要蓋章。咁印章係點製作出嚟㗎？聽講製作過程非常有趣喎。首先，雕刻師會選擇一塊好嘅材料，例如石頭、木頭或者甚至係象牙等。跟住佢哋會設計圖案同埋字體，之後開始雕刻。雕刻師會用專用嘅工具先勾勒出輪廓，然後再慢慢雕刻。整個過程需要非常大嘅耐心，因為每一個細節都要刻得非常精緻。有時候一個印章嘅雕刻可能要幾日先至可以完成，因為佢哋希望每一個印章都係完美無瑕。不如等我哋一齊睇片了解一下啦。呢啲字好靚啊，係用印章印出嚟噶。不過而家仲有冇人用印章噶？印章嘅其中一個意義就係印信啊嘛，代表咗你噶嘛，或者代表咗某一個機構。大部分用嘅人都係叫做書畫家啦，會用得多啲啦。咁啊，一般人嘅話就攞嚟即係收藏啦。馬老師，點解呢兩個印章上面嘅字咁嘅？一個凹，一個凸。呢兩個印章呢，就文法呢就係朱文，全程呢就係白文。又朱文又白文，
即係點解啊？個字係紅色嘅咧，我哋叫做朱紋，亦都叫做陽紋，係突出嚟嘅。個字係白色嘅咧，就我哋叫白紋，亦都叫陰紋。咁啊，如果你刻一對咧，我哋一定會係一個朱紋，一個白紋，咁啊配起身之後就會好睇啲咯。原來係咁，咁印章通常會用咩材料嚟做嘅呢？一般人都正常用翻傳統嘅壽山石啊、青田石啊，或者係巴棱石啊。咁啊，因為相對嚟講就易磨啊、易刻啦、易修改啦。咁啊，最理想就係壽山石啦。壽山石係中國4大名石嚟㗎。咁刻印章係咪要用刻刀㗎？啲刀有冇咩特別㗎？刻唔同嘅材料，可能我哋會用到嘅刀都會唔同咯。咁啊，有啲刀就闊身啲啦，有啲刀口就窄身啲啦。有啲人中意用輕啲嘅刀啦，有啲人中意用重啲嘅刀啦。如果你嘅刀好窄咧，去刻一個好粗嘅線條咧，就會好辛苦咯。呢啲刀好鋒利㗎，小朋友用嗰時要小心啊！我知道啦。馬老師，我都想試下刻印章啊。好考功夫㗎。首先要去查字典，將你要刻個字咧就揾好相應嘅篆書。當你查好咗字典之後啦，咁啊你就要去設計個印稿啦。篆書係一種古代嘅漢字書體。設計完個印稿啦，跟住點做呢？設計完個稿之後，其實你就要磨石噶啦。如果你唔平嘅話咧，你刻出嚟有部分有部分冇噶嘛。舊石磨好咗啦，下一步又做咩啊？你就攞張宣紙，用毛筆將個稿咧就寫上去。寫好嘅稿咧，用一個叫做水印法，就吸翻落石頭嗰度。因為咁樣就會好準確嘅將你寫個稿咧轉移到印章上邊嘅。真係一絲不苟喎，我都要小心啲去刻石啦。馬老師，用刀刻石有冇特別嘅方法㗎？都係沖刀同埋切刀呢兩種，即係最主體嘅刀法。沖刀就係你把刀由呢一點去到嗰一點咧，你就係推過去嘅。咁啊，切刀法咧就係切細件嘢嗰種方法。個印章刻完之後，如果刻得唔好，咁點算啊？當你刻咗第一稿之後咧，你就刻一個稿出嚟，睇下邊部分需要修改嘅，一路修改到你滿意為止。呢碟係咩嚟㗎？吸印嘅時候，好多時都會用到㗎喎。嗰樣叫做印泥啦。傳統嘅印泥咧，就係用朱砂啦、艾絨啦，同埋蓖麻油呢3種材料做成嘅。其實佢主體就係一個紅色嘅啫，即係依照唔同用處，佢哋加嘅材料唔同，佢做出嚟嘅顏色都會唔同，就有偏淡啲噶啦，偏深色啲噶啦。睇下個印章刻得好唔好啊！一於揾張紙吸個印，試下先啦。蓮豉紙咧，我哋就攞嚟刻印稿嘅，因為佢個紙面就好光滑，佢出嚟個稿咧就好細緻嘅。
字嘅刀口就會好清楚咯。咦？點解個印章旁邊仲有一段文字嘅？我哋喺一個印章完成咗之後呢，就我哋會喺印章嘅左邊刻一段文字上去嘅，咁啊就記錄咗咩刻咗咩嘢啦，或者刻俾邊個啦，或者幾時刻噶啦，刻個人係邊個啦。咁啊呢個邊上邊嗰啲字呢，我哋叫做邊款。馬老師，你花咁多心機刻印章，但係又唔係次次滿意，會唔會覺得氣餒噶？即係我會淨係會諗下一個會刻得更好啲咯。即係你話下下要成功，冇咩可能發生嘅事嚟噶嘛。咁啊，失敗就係你去攞經驗嘅時候咯。咁啊，我係當呢個係俾我多一個練習嘅機會啫嘛。冇錯，要努力不懈，力臻完美。除咗技術，印章雕刻仲有好高嘅文化同藝術價值。佢哋唔單止代表住身份，仲可以傳遞感情同埋祝福。每一個印章都係獨特嘅，能夠講出唔同嘅故事。係啊，好多時候印章會用喺書畫作品上嚟增添藝術價值，亦可以用喺喜慶嘅場合，比如婚禮、賀年等呢啲場景更具意義。印章雕刻嘅發展喺近代得到飛躍性嘅進步。呢個時代嘅印章雕刻師除咗會集前人之大成外，仲會發展出自己嘅風格，自成一派。而喺近代眾多印章雕刻師中，又以齊白石同吳昌石等印章雕刻師最受後世追捧。喺今日嘅社會中，印章雕刻技藝仍然影響着好多藝術家。佢哋將呢項傳統技藝同現代藝術結合，創作出新嘅作品，真係好勁啊！希望大家今日透過我哋嘅介紹，可以對印章雕刻有更深入嘅理解，亦希望有更多人學識呢一份傳統技藝，繼承同發揚我哋嘅文化。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多謝各位觀賞，主佑大家。